今日會同大家一齊溫習下《始得西山宴遊記》呢篇課文嘅。《始得西山宴遊記》係2027年 DSE 嘅其中一篇熱門課文，所以都請大家同學好好抽時間溫習一下。事不宜遲，我哋馬上開始。我哋先重溫一下《始得西山宴遊記》呢篇文章係講乜嘢。一開始我哋嘅作者柳宗元，佢就喺經歷咗政治變革失敗之後，被貶官去到永州。因此一開頭就講啦，自餘為鹿人，居士州，行罪錄。佢成為咗一個犯人之後，佢嘅心情咧係恐懼不安嘅。咁喺第一段主要就係講佢喺恐懼不安嘅時候，如何透過喺永州遊山玩水嚟忘記現實，嘗試去解決佢嗰種嘅恐懼啊。咁但係咧，我哋都知道喺永州山水其實都係一啲比較普通少少嘅，當然都有一啲奇山異水，但係佢嘅景色咧只能夠短暫令到作者脫離現實，忘記現實，逃避現實。好快啦，作者都仍然係維持住佢恐懼不安嘅心情嘅。直到有一次佢無意之中發現咗西山呢座山，遊歷完西山之後咧，就真正得到一種解脫，精神上面嘅解脫。我哋馬上可以睇一睇啊。首先一開始我哋有兩座山，一座就係永州山，另外永州嘅其他嘅山，另外一座咧就係西山。首先一開始咧就比較咗登山方面嘅唔同啊。一開始第一段作者登永州其他山嘅時候咧，冇詳細描寫登山嘅過程，顯得登山嘅過程咧係相當輕鬆。但係當作者喺第二段描寫登西山嘅過程嘅時候，就寫得非常之詳細啦，包括咗命令僕人渡過湘江，命僕過湘江，沿堰溪，着樽網，焚茅伐，窮山之高而至，攀援而登。攀援咧就係兩手攀登啊。咁因此咧呢一度就比較出登永州山同埋登西山嘅唔同啦。總括嚟講，登永州其他山咧就顯得輕鬆，而登西山咧就顯得個過程咧係艱辛。登永州山過程係輕鬆，因此望到嗰度嘅景色嘅時候，亦都冇乜特別嘅感覺。但係登西山嘅時候，過程咁艱辛，先至顯出登上西山之後見到嗰種景色嘅難得嘅可貴啊！另外文章咧有一個用咗承上啟下嘅位嘅，就係以為凡事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呢個咧就係第一段嘅最嬲尾一句啊。承上啟下，上面呢一句以為凡事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承接上文有關作者喺貶官之後咧喺永州遊歷嘅經歷啊。大家可以用熒光筆間低。上文咧就係講事州之山皆我有也，就係講緊作者貶官之後喺永州遊覽嘅經歷，描寫作者以為自己咧已經遊遍永州嘅奇山異水。未始知西山之怪特，就係開啟下文佢遊覽西山嘅時候咧，被怪特壯觀嘅景色咧所震懾啦。承上啟下。第三個重點，作者喺西山嗰度咧見到咩景色咧？咁我哋都背一背原文先啦。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任脊之下，就係講四周嘅土地咧都係好似喺坐脊之下。第一個，其高下之勢，哈然窪然，若跌若躍，尺寸千里，全速累積，莫得頓忍。第二個咧就係山嶺咧，高下之勢，哈然窪然，若跌若躍。高處咧就好似小土堆，低處就好似矮洞門口嘅洞穴一樣。尺寸千里，全速累積，莫得頓忍。咁喺千里之地咧，都係收納喺尺寸之大。即係因為佢係企喺高處，企喺高處嘅時候咧，就可以將千里嘅景色一覽無遺啦。因此千里嘅景色咧，都只有尺寸之大。形清遼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總共咧有7個 point 要大家記得嘅。呢度分別係用咗高處遠望啦，由高處望向遠方。第
第二咧就係用咗俯視，第三用咗環視三種嘅描寫角度嘅。接下來咧就係一個比較重要嘅 point 啦。作者咧對西山有咩嘅評價？咁當佢見到呢一啲嘅景色之後咧，作者就對呢一啲景色作出評價。第一，作者認為西山咧高聳特立，不與小山丘同類。然後知是山之突出，不與培柳為類。第一個 point。第二個 point 就係形容西山嘅歷史之久遠啊，悠悠乎與浩氣區而莫得其涯啊！西山咧係縹緲無窮，因為呢座山我哋都知道大自然嘅物件咧，其實係存在咗幾千萬年噶啦。咁啊，唔係短時間裡面形成嘅呢個地理景觀，因此西山嘅歷史係非常之久遠，久遠到洋溢住自然之氣，讓人摸不着佢嘅邊際。樣樣乎與造物者遊而不知其所窮。西山係非常之大嘅一座山啦，大到好似用同造物者同人冇人知道佢有幾大，冇人知道佢嘅盡頭啊！總結咧就係西山嘅灰雲氣象凸顯大自然嘅偉大。咁啊，四個 point 就係作者對西山嘅評價。好，我哋都知道作者喺呢篇文章裏面咧係寫西山咧非常之高嘅。點樣寫佢高咧？咁樣如何突顯？咁啊，如何突顯呢個山嘅高咧？咁就有兩個方法，一個就叫直接描寫，就係話哦，西山好高，西山好高，西山好高，咁呢個就直接描寫啦。咁仲有另外一種咧，就係間接描寫喎。間接描寫即係唔直接用個高字去形容佢，可能就透過對比啊、襯托啊或者其他嘅方法咧去表現佢嘅高啦。好，首先咧，我哋就見到如何去突顯西山嘅高咧。佢冇直接講話個山好高，而係講其他嘅地方好矮，其他嘅地方好似喺坐席之下，以突顯西山係永州一帶最高嘅山。第一個 point。第二啊，其他嘅景物咧係變細啊，高山咧。本來高山係好高嘅，但係同西山比較咧，就變咗小丘啦，幽谷咧就變咗一啲洞穴啦，尺寸之地都變成濃縮成千里之地都濃縮成尺寸，所有地都好似咧密集咁樣聚集喺一齊嘅。咁啊，透過一種襯托嘅手法去突顯西山嘅高。呢兩個位咧，其實都冇直接講西山好高，西山好高，西山好高喎。第一個位就係講其他嘅地方都好似喺我嘅座位，喺我嘅坐席之下，就係用四周嘅土地去襯托西山啦。第二個位亦都係用四周嘅高山同埋幽谷係去襯托西山嘅高嘅。形清遼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同樣道理啦，亦都冇講西山好高，西山好高。佢係講西山咧係同天邊相接嘅。咁天係好高啊，天本身係好高嘅。咁如果西山係同天差唔多咁高，咁就證明咗西山都係好高啦。透過三個重點係去描寫西山嘅高嘅。第一就係居高臨下，第二就係景物變小，第三就係用天際咧係交融嘅。接下來咧就係 DSE 考過嘅一條問題啦，就係西山嘅景色如何令到作者從衡序律嘅心情裏面釋放出嚟？我哋有陣時都會心情唔開心啦、不安啦、恐懼啦。咁我哋好少行山嘅時候就會行完山咧就心情變好嘅。咁但係作者喺呢一度行完山嘅心情就變好喎？點解咧？一開始作者被貶官後咧，擔憂讒言而序律嘅。佢衡序律嘅原因係乜嘢？佢係關注個人嘅際遇啊！佢擔心個人會唔會俾人抹黑咧？咁樣，但係遊西山之後，佢見到上面講過啦，西山其實最主要見到呢一堆嘅景色。作者對西山嘅評價就係西山灰雲氣象，大自然嘅偉大。遊西山之後咧，見到幾樣嘢嘅。首先，西山係不與培柳為類。第二，西山
係非常之偉大，同天地嘅浩氣同遊嘅。呢個咧就係西山景色嘅特別之處。見到西山之後咧，就了解到個人嘅得失同個人嘅得失咧，都只係世俗嘅執念啊，胸襟同埋思想卑微，同四周嘅土壤同埋山岳之渺小無異嘅。咁啊，佢哋登上西山之後，其實好明顯咧，呢度咧我哋見到咧就如同西山自娛。西山咧就同作者一樣。西山嘅特點就係巍峨高聳咧，特立傲群，就好似作者咧，亦都係品格高尚一樣。相反啊，嗰啲嘅小山丘咁矮小，根本就唔入流嘅，就好似嗰啲嘅小人一樣。作者品格高尚，唔會同啲小人一樣同流合污，就好似西山咧咁高咁特立傲群咁突出，就唔會同啲小山丘咧一齊去相比較啦。今日會同大家一齊溫習下《始得西山宴遊記》呢篇課文嘅。《始得西山宴遊記》係2027年 DSE 嘅其中一篇熱門課文，所以都請大家同學好好抽時間溫習一下。事不宜遲，我哋馬上開始。我哋先重溫一下《始得西山宴遊記》呢篇文章係講乜嘢。咁一開始我哋嘅作者柳宗元，佢就喺經歷咗政治變革失敗之後，被貶官去到永州。因此一開頭就講啦，自餘為鹿人，居士州，行罪錄。佢成為咗一個犯人之後，佢嘅心情咧係恐懼不安嘅。咁喺第一段主要就係講佢喺恐懼不安嘅時候，如何透過喺永州遊山玩水嚟忘記現實，嘗試去解決佢嗰種嘅恐懼啊。咁但係咧，我哋都知道喺永州山水其實都係一啲比較普通少少嘅，當然都係一啲奇山異水，但係佢嘅景色咧只能夠短暫令到作者脫離現實，忘記現實，逃避現實。好快啦，作者都仍然係維持住佢恐懼不安嘅心情嘅。直到有一次佢無意之中發現咗西山呢座山，遊歷完西山之後咧，就真正得到一種解脫，精神上面嘅解脫。我哋馬上可以睇一睇啊。首先一開始我哋有兩座山，一座就係永州山，另外永州嘅其他嘅山，另外一座咧就係西山。首先一開始咧就比較咗登山方面嘅唔同啊。一開始第一段作者登永州其他山嘅時候咧，冇詳細描寫登山嘅過程，顯得登山嘅過程咧係相當輕鬆。但係當作者喺第二段描寫登西山嘅過程嘅時候，就寫得非常之詳細啦，包括咗命令僕人渡過湘江，命僕過湘江，沿堰溪，着樽網，焚茅伐，窮山之高而至，攀援而登。攀援咧就係兩手攀登啊。咁因此咧呢一度就比較出登永州山同埋登西山嘅唔同啦。總括嚟講，登永州其他山咧就顯得輕鬆，而登西山咧就顯得個過程咧係艱辛。登永州山過程係輕鬆，因此望到嗰度嘅景色嘅時候，亦都冇乜特別嘅感覺。但係登西山嘅時候，過程咁艱辛，先至顯出登上西山之後見到嗰種景色嘅難得嘅可貴啊！另外文章咧有一個用咗承上啟下嘅位嘅，就係以為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呢個咧就係第一段嘅最嬲尾一句啊！承上啟下，上面呢一句以為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皆我有也，承接上文有關作者喺貶官之後咧喺永州遊歷嘅經歷啊！大家可以用熒光筆間低。上文咧就係講是州之山皆我有也，就係講緊作者貶官之後喺永州遊覽嘅經歷，描寫作者以為自己咧已經遊遍永州嘅奇山異水。未始知西山之怪特，就係開啟下文佢遊覽西山嘅時候咧，被怪特
壯觀嘅景色咧所震懾啦。承上啟下。第三個重點，作者喺西山嗰度咧見到咩景色咧？咁我哋都背一背原文先啦。則凡數洲之土壤，皆在任脊之下，就係講四周嘅土地咧，都係好似喺坐脊之下。第一個，其高下之勢，蝦夷窪然，若疊若躍，尺寸千里，全速累積，莫得頓忍。第二個咧就係山嶺咧，高下之勢，蝦夷窪然，若疊若躍。高處咧就好似小土堆，低處就好似蟻洞門口嘅洞穴一樣。尺寸千里，全速累積，莫得動忍。咁啊喺千里之地咧，都係收納喺尺寸之大。咁啊，即係因為佢係企喺高處，企喺高處嘅時候咧，就可以將千里嘅景色一覽無遺啦。因此千里嘅景色咧，都只有尺寸之大。形清遼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總共咧有7個 point 要大家記得嘅。咁啊，呢度分別係用咗高處遠望啦，由高處望向遠方。第二咧就係用咗俯視，第三用咗環視，3種嘅描寫角度嘅。接下來咧就係一個比較重要嘅 point 啦。作者咧對西山有咩嘅評價？咁當佢見到呢一啲嘅景色之後咧，作者就對呢一啲景色作出評價。第一，作者認為西山咧高聳特立，不與小山丘同類。然後知是山之突出，不與培柳為類。第一個 point。第二個 point 就係形容西山嘅歷史之久遠啊。悠悠乎與浩氣區而莫得其涯啊！西山咧係縹緲無窮，因為呢座山我哋都知道大自然嘅物件咧，其實係存在咗幾千萬年㗎啦。咁啊，唔係短時間裡面形成嘅呢個地理景觀，因此西山嘅歷史係非常之久遠，久遠到洋溢住自然之氣，讓人摸不着佢嘅邊際。樣樣乎與造物者遊而不知其所窮。西山係非常之大嘅一座山啦，大到好似用同造物者同人，冇人知道佢有幾大，冇人知道佢嘅盡頭啊！總結咧就係西山嘅灰雲氣象，凸顯大自然嘅偉大。咁啊，4個 point 就係作者對西山嘅評價。好，我哋都知道作者喺呢篇文章裏面咧係寫西山咧非常之高嘅。點樣寫佢高咧？咁樣如何突顯？咁啊，如何突顯呢個山嘅高咧？咁就有2個方法，一個就叫直接描寫，就係話哦，西山好高，西山好高，西山好高，咁呢個就直接描寫啦。咁仲有另外一種咧，就係間接描寫喎。間接描寫即係唔直接用個高字去形容佢，可能就透過對比啊、襯托啊或者其他嘅方法咧去表現佢嘅高啦。好，首先咧，我哋就見到如何去突顯西山嘅高咧。佢冇直接講話個山好高，而係講其他嘅地方好矮，其他嘅地方好似喺坐脊之下，以突顯西山係永州一帶最高嘅山。第一個 point。第二啊，其他嘅景物咧係變細啊，高山咧。本來高山係好高嘅，但係同西山比較咧，就變咗小丘啦，丘谷咧就變咗一啲洞穴啦，尺寸之地都變成濃縮成千里之地都濃縮成尺寸，所有地都好似咧密集咁樣聚集喺一齊嘅。咁啊，透過一種襯托嘅手法去突顯西山嘅高。呢2個位咧，其實都冇直接講西山好高，西山好高，西山好高喎。第一個位就係講其他嘅地方都好似喺我嘅座位，喺我嘅坐席之下，就係用四周嘅土地去襯托西山啦。第二個位亦都係用四周嘅高山同埋丘谷係去襯托西山嘅高嘅。形清遼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同樣道理啦，亦都冇講西山好高，西山好高。佢係講西山咧係同天邊相接嘅。咁天係好高啊，天本身係好高嘅。咁如果西山係同天差唔多咁高，咁就證明咗西山都係好高啦。
透過3個重點係去描寫西山嘅高嘅。第一就係居高臨下，第二就係景物變小，第三就係用天際咧係交融嘅。呢一題咧，我哋可以打粒星落去。柳宗元如何以西山自放或者自喻呢？大家應該都仲記得我哋初中嘅時候學過一啲嘅課文，例如叫做《愛蓮說》咁樣咯。《愛蓮說》就係借助蓮花嘅特點去比喻君子嘅特點。同樣道理啦，喺呢篇文章裡面嘅主角西山，佢表現出嘅特點亦都同柳宗元我哋嘅作者相似嘅。第一，西山咧位置偏僻，人跡罕至，就好似作者自己懷才不遇，被朝廷貶職到偏遠嘅永州。喺呢一度，西山嘅特點，第一個就係位處偏僻，對應翻自己嘅特點就係被朝廷貶職到偏遠嘅永州。西山嘅第二個特點就係人跡罕至，比喻作者自己懷才不遇。西山明明係一座咁靚嘅山，但係竟然冇人去，就好似作者自己佢哋嘅能力、佢嘅品格係幾咁高尚，但係亦都咧係不受重用。我哋如何得知西山係人跡罕至呢？其實呢個咧就可以從個登山過程裡面見到。登山嘅過程，作者係需要咧係用幾種方法去開路嘅。我哋睇下登山嘅過程。登山嘅過程包括就砍伐草木同埋燒雜草嘅。咁啊，我哋可以寫埋喺度啦。第一係伐草木，第二係燒雜草。其實就暗示西山係冇人去。如果西山係成日都有人去咧，應該就會有一條道路，條道路就唔會係充滿住雜草同埋木嘅。好，第二就係講西山嘅位置啦。西山嘅位置咧係好遠，人跡罕至，登山嘅過程亦都係困難嘅。咁難登嘅山，作者都要去，就彰顯咗作者柳宗元冒險犯難、登峰造極嘅決心，暗喻佢對理想嘅追求。作者係願意為咗追求理想係去冒險犯難嘅，就好似佢願意為咗登上西山係不惜咧係經歷一個艱難嘅登山過程一樣。第三啦，亦都係最多人講嘅，就係高聳嘅西山咧凌駕小山，唔會同小山咧歸為同一類，就好似作者自己孤高不群、品格高尚，唔會同世俗嘅小人同流合污一樣。好，柳宗元咧對比或者襯托啦，喺永州山同埋西山飲宴嘅過程，突出咗咩感受？咁呢一度就有2個重點要記嘅。第一就係永州山水嘅飲宴，第二就係喺西山嘅飲宴，第三就係講有咩感受啦。喺永州山飲宴嘅過程咧，就係傾壺而醉，就會喺度飲酒啦。醉則咁相枕以臥，臥而夢，咁就又會發夢啦，就會飲醉酒之後瞓覺，瞓覺就會發夢啦。意有所極，夢亦同趣。佢瞓覺嘅時候咧，發嘅夢顯示佢仍然對現實係有所牽掛嘅。覺而起，起而歸，酒醒之後咧，立即離去。可以見到佢係對永州山冇依戀，亦都可以顯示佢仍然係有不安同埋憂慮嘅。相反，喺西山飲宴嘅過程，我哋見到喺永州山水裏面飲宴嘅過程咧，作者係對永州山毫不留戀嘅。佢亦都唔係真係非常之享受永州山嘅景色，因為佢飲完酒就即刻瞓覺，似乎冇心去欣賞永州山嘅景色啦。相反喺西山咧，我哋見到作者係唔捨得走啊！喺西山飲宴嘅時候，情況完全唔同。佢飲醉咗之後咧，就冇發夢，能夠
係酒醒之後咧，亦都唔想離開西山，亦都感受到自己同大自然融為一體。心形形式與萬化冥合啊！所謂與大自然融為一體咧，就係萬化冥合。可見西山能夠咧排解作者嘅聚慮嘅心情。嗱，呢一度我哋需要注意啦，其實冇好清楚咁講到咧，佢有冇瞓着覺嘅。咁所以呢度咧，我哋唔寫。我哋只係知道咧，去到酒醒係黃昏，係入夜，亦都唔願意咧離開西山啊！蒼然無色，自遠而至，自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啊！酒醒之後咧，亦都見到係踏入黃昏啦，亦都係入夜啦，佢亦都係猶不欲歸，唔想離開西山嘅。本文題為《始得西山宴遊記》，但係作者咧先描寫永州山水喎。明明篇文就係寫西山嘅，但係開頭就寫永州山水。究竟點解呢？原來咧第一個目的咧就係為咗襯托西山。我哋都知道主角係西山，而永州山水只不過係一個配角啫。永州山水作者係不太留戀，相反喺西山飲宴嘅時候咧，作者咧醒來咧亦都係不想離開嘅。由此可見啦，點解要寫永州山水咧？就係凸顯西山嘅景色咧，比永州山水更為獨特。好，最後咧就係我哋可以寫返柳宗元遊覽西山前後嘅唔同心情啦。遊西山前，作者係經常恐懼不安。記住行序律係有行就係經常，序律就係恐懼不安，兩樣都要寫嘅。而佢感到恐懼不安嘅原因就係因為被貶謫，因此感到失意。遊覽西山之後咧，豁然開朗，精神解脫，形體釋放。正所謂就係呢一個嘅心形式啊，與萬化冥合。萬化冥合即係同大自然融為一體，可見佢擺脫咗惶恐不安之感嘅。最後亦都有機會會考嘅就係《始得西山宴遊記》裏面始字嘅意思。我哋都知道啦，喺詩説入邊咧，詩呢個字係有幾個唔同嘅解釋。同樣道理喺《始得西山宴遊記》入邊個始字亦都係有幾個唔同嘅解釋嘅。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係講緊未曾知道，呢個始字係解曾經。始子二之係解才指住西山，讚歎佢嘅怪異。然後之吾享之未始遊，當遊歷完西山之後，作者咧先至知道西山呢個先至係真正嘅遊覽嘅開始。之前嘅遊覽咧都唔係真正嘅遊覽，吾享之未曾經歷過真正嘅遊覽啦。好，以上就係《始得西山宴遊記》嘅重點，希望各位同學可以好好溫習。拜拜。